带去读唐诗。选手写漂流，鉴别教师宿魂。作者李白。弃我弃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中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流。蓬莱文章见安骨，中间小写有清法。举怀一行壮士辉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击败小丑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轻易，明朝散发弄边州。简介：这首是伫安史动乱将军的发生之前所写的。全天下人人情皆知，只有唐宪宗还未倒伫杨贵妃的推裙之下浑然不知。所以李白呢，这对来选手，也就是即摆安徽办公室，马上就要倒转去长安的李坟，伫谢公楼避酒践行的时阵呢，来倾吐伊的心声。弃我气不可留，乱我心多烦忧。行动来显示郁结之心、忧愤之烈，佮落心思之乱。毕竟李白是天性赫达，狂放不羁，所以伫第二年呢，就是照景生情。这中风万里送秋雁，迄款壮介景观，气概豪放，感觉身心舒坦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带李坟登上高楼，畅饮来践行，将头一日的忧烦苦闷一扫而空。这种完美的变化呢，互人读起来韵味深重。佮来利用践行的酒，又向伫赞美李坟，文采甲落去作怪风骨呢，敢若像建造这座谢公楼的写条的风范。最后，我来回归理想甲实际天人交战，创作千百年来。老工匠拢会当朗朗上口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击败小丑愁更愁，成团的妙句。眼看龙烟渐会，瞬间就要来发落，生灵涂炭是可以来预测的。王瑞有进世奇才，袂当来实践，迄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千秋万秋，真该由这两句来倾诉。明朝散发弄边州，假亲就多撇形式。不过呢，伫咧迄个时阵的朝代，伫咧迄个时阵的氛围，使用安尼并无选择的余地咯。规篇的思想情感一波三折。波澜起伏，更加达到豪放自然的境界，受后人来赞赏，亲像神龙出海，天马行空，绝妙的佳作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